后来今仔日是高端疫苗开放注射头一天，一透早，台北中家病院的注射站都来未少的民众等要注射，因对国产的疫苗是真有信心。第一批高端疫苗有614000剂，第一批注射人数有599000人。本地外界是质疑讲，这个高端疫苗恐惊是有真侪人注文，但是实际来自的人恐惊无多。也毋过，中家病院讲，今仔日的报道率有9.5%，真踊跃哦。看来，这总统带头注高端，有来提升着民众对国产疫苗的信任度。比像但要注疫苗，今仔日要注的是国产的高端疫苗。今仔一个透早，台北中家病院注射站300名额早就无啊。台湾疫苗供货量无够，高端及时出现，互真侪民众拢感觉真欢喜。为了自己的健康，还有家人的健康，还有全台湾人的健康，所以我接受高端疫苗，然后也相信高端的疫苗。40岁林先生对高端真有信心，另外还有一位50多岁民众自国外回来，无选择注国外排水疫苗，就是要来注高端。国外回来，所以他回来的时候刚好高端可以打，然后他就选择高端。其实基本上我们都有勾了，就是说就有什么打什么嘛，因为我没有那个时间在那边等啊。民众对国产疫苗真有信心，头一批高端疫苗总共614204剂，头一批会使注到的有599000人，而且年龄层嘛真快。头一批注的是65岁以上的民众和20到64岁第9类，还有36岁到64岁一般民众。另外，国产疫苗和其他牌子无同的所在，就是拢是自剂量的包装，所以拢袂有剩的，注射率嘛拢真高。我们前1个小时我们报道率大概都是95%以上。早上总统也有打嘛，7点半就在台大体育馆打了。我想这个应该是有很好的一个带动的效果。副院长讲，高端疫苗是安全型的疫苗，基本上无啥物注射的副作用。不过，若是有出现面部神经失调，一定要赶紧去医生看。注国产疫苗就是期待当有效来弥补欠进口疫苗的状况。